係中心會員的話呢，有18歲樓下小朋友可以入會。如果入唔到會啦，又唔係我哋嘅會員呢，我哋都有其他中心去幫你去申請嘅，係啦，有其他中心嘅聯絡方法可以提供翻俾你，讓到佢哋可以幫你去申請，係啦。如果有興趣申請呢個中電電費補助計劃的話呢，就麻煩過一個嚟去攞張單張了解下啦，係啦。咁啊，我哋嘅中電電費補助呢，我哋會幫到劏房住戶同埋低收入家庭去申請啦。咁我哋都主要去講一講呢個劏房住戶同低收入家庭有啲乜嘢嘅福利啦。劏房住戶可以申請到1000蚊，劏房住戶可以申請到1000蚊，而如果低收入家庭都可以申請到600蚊，低收入家庭都可以申請到600蚊。咁啊，如果你係我哋嘅中心會員的話呢，可以咧去同我哋講聲啦 ，OK， 咁啊可以去幫你申請翻嘅 ，OK。如果唔係我哋中心會員嘅話，就快入會去申請翻啦。入會資格係你